非洲國家烏干達8月初發生2宗台灣旅客予人扣留護照甚至遣返的事件。咱的外交部表示講，可能是甲咱國因應伊波拉疫情暫緩核發烏干達的簽證，限制因入境台灣有關係，會繼續甲烏干達溝通。被俄羅斯非洲民主的烏干達有定規的山地大猩猩生態甲尼羅河天然景觀吸引各國旅客。不過今年8月初所發生，國人摕烏干達合法工作許可到烏干達了後，在機場被扣護照。毋但這事件，還有一個台灣旅客同款被扣護照，甚至被原期遣返引起關心。相關案件可能與我國政府為了因應伊波拉疫情升溫，從今年6月2日起暫緩核發簽證，並暫緩無國人民入境台灣有關。外交部檢判，其實因為伊波拉防疫，咱簽證限制有關係。目前繼續甲烏干達交涉，烏干達互咱列為第4級的紅色旅遊警示證號。觀光署統計，咱去非洲旅遊人數真少，去年敢若630人次。旅行社指出，烏干達旅遊大過40歲，避免經濟升溫，促銷今年的旅遊團。今年不敢推，我們會把整個行程延到明年年初之後才會去推，因為怕這個簽證如果持續發酵的話，推了對我們沒有用，對遊客來講也是權益的損失。台商也仍然繼續做生意，所以應該沒有這一方面說單獨挑台灣，而是說會不會是說有其他的原因？我覺得應該去查一下。台灣甲烏干達雖然無邦交關係，不過民間互動頻繁。嚴正清表示，盡快查明清楚烏干達是不是干來針對台灣，也是有其他原因。記者綜合報道。